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审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周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至不悲轻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审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
肃请诸恶化甲兵，搭救援人乡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000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化甲兵。搭救援人乡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
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执念一遍神通大，执念2遍得超生，执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纠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弟子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明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陈雅玲前贤，回向于陈雅玲前贤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、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月慧菩萨、诸天仙佛、诸天仙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可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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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那后续就学习到此。那各位点传师、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谢谢。谢谢楚平讲师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浅显大德一起参与诵经回向。晚安。晚安。领任晚安。很优秀的浅显晚安。点传师晚安，领任晚安。赵老师晚安。很优秀的浅显晚安了。领任晚安，陈领任晚安，陈主任晚安，浅显们晚安，感恩，国瑞浅显晚安，经理晚安，黄领任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